大家好，我係 TCL K-Train 大師，歡迎嚟到 Roblox 港產鐵路遊戲講解系列第一集。我今日會介紹嘅係盧鐵。盧鐵目前只有一條路線，係盧博士之星線。盧博士之星線代表色係深紅色。第二代路線喺2018年2月15日正式通車。盧博士之星線來往盧博頓及恒域，途經盧博頓大學學院、老虎岩、正明、芝斜士打灣、卡努士平原、車絲打利街市場、大田西、西門貨櫃碼頭、盧鐵西門、松浦門及樂富堡山莊。現時有4種列車種別，包括各站停車、準快速、快速及連儂地快速。未來會新增特別快速南北通。第二代路線現時共有25列列車行駛，有5000A 加、5000S 及5000C 係3款列車。2010年3月30日，第一代路線開通。第一代路線地圖喺2014年後已經唔再更新，但因 Roblox 於2016年一次更新，遊戲內的列車系統早已失效，因此已無法行車載客。2015年，第二代路線開始興建。第一期喺2018年2月15日，盧博頓至卡努士平原正式通車，而沿線第一期卡努士平原至盧鐵西門則2020年1月11日正式通車。2022年1月16日，盧鐵西門至恒域段正式通車，服務範圍正式延長至恒域，途經松浦門及樂富堡山莊兩站。同年10月10日，西門貨櫃碼頭站正式啟用。目前主線恒域至橫海段亦已經處於詳細計劃階段，但由於橫海更新日久，有指處於停滯狀態。盧鐵喺2023年5月表示，正考慮取消喺橫海設站，並改經空之城。初時盧鐵亦已於陽光群島未來新區興建陽光南站，但其後決定改停當地之主線車站。路線最後會延伸到新佐治市，但係佢嘅完工時間未定。全線完工後，路線將途經從恒域繼續途經百合園、空之島、板城、空之城機場、巴路、陽光、佐治南，直至佐治中央。今日盧鐵嘅介紹就完到呢度，未完待續。